台南4点大天后宫担任今年赤坎万神节的执行庙，特别请出将近10年没出门的开基二妈出巡，一群人花了不少功夫，才让妈祖顺利坐上车，精心打扮，提上爱马仕凯利包，出发迎接西方圣母。手绝对不可以摸手很脆。来到天主堂，在圣歌的唱诵下，圣母玛利亚也现金身。由于才刚修复没多久，手部特别脆弱，大家小心翼翼的让2尊圣母一前一后，在双层巴士上留下历史性一刻。把圣母像呢搬出来跟着大妈祖像一起绕境，表达我们要走入人间，关怀老百姓。很开心可以跟西方的圣母在一起办这活动，而这次也是个起手式。赤坎万神节举办至今迈入第5年，以弘扬传统信仰文化为主轴。这次特别找来东方天上圣母以及西方圣母玛利亚，来一场东西方宗教交流活动。经由这个游大街，让大家知道这个跨文化的交流对大家这个民族的融合是很重要的。在南美2馆现场，不仅有天主诗歌的演出，以及宋江阵头展示，另一头则是看到信众拿香拜妈祖，虔诚地向玛利亚鞠躬致敬，形成多元民族融合的景象，正好与台南400精神契合。记者出怀谈的报道。